耶和华伫伊个圣殿，全地伫伊个面前拢着静静。上帝是神，敬拜伊个人，着用神用真实来敬拜。三甲以圣诗来阿罗上帝，圣诗595首，犹问世间是迷路。犹问世间是迷路，假在我有主耶稣，以生命神带我，是阮救我到永远。主啊，带我经过风雨甘雾。求你献出大恩主，带我到平安的厝。世就风雨若后沙，雨若木掉落来，头前的路我要去，求你明明来指示。主啊，带我经过风雨甘雾，求你献出大恩主，带我到平安的厝。求主耶稣啊，落听，求你教我三角行。带到平安的祖家，享受福气永无底。主啊，带我经过风雨甘雾，你献出大恩主，到平安的厝。亲爱的天父高听愿的上帝，你是创造天地的主宰，愿欢喜用诗歌来学乐你，用圣灵甲诚实来敬拜你，愿也欢喜用主你教是阮的主祷文，安尼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惊着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我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得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代代无尽。阿们，请坐。三甲来启用，启用文第16篇，诗篇57篇。上帝啊，求你可怜我，可怜我。秘伫你实骨的底眉。我要求救至权的上帝。上帝对天是阮救我。上帝对我发出慈爱甲信实。我倒伫凶恶的人的中间。因的喙齿亲像枪，亲像箭。上帝啊，愿你的伟大搬过天。因伫我的脚前设罗网，伫我的面前开陷阱。
上帝啊，我的心平静，我的心坚定。我的心啊，就醒起来。我要甲天叫醒，主啊，我要伫万民中感谢你。因为你的慈爱哪天哈哩悬。上帝啊，愿你的伟大搬过天。三甲来感谢，慈悲听堂的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搁一遍组织阮众兄弟姊妹伫你的圣殿来荣耀敬拜你，也感谢你伫即礼拜保守阮平安顺遂，守护阮家清应教也无欠过。感谢你差遣你忠实的奴仆，苦牧师伫阮的中间。恳求你施恩赐福伫伊的顶面，通过伊的正道，互阮通明白圣经的道理，显明主你的旨意。时间来到5月尾，阮会为着本会要毕业的同学来祈祷。感谢你伫过去的日子保守因伫学校的学习甲生活，互因得到成长甲勇壮。如今，因的人生要进入下个阶段，无论是生活还是就业，心内免不了有惊吓甲不安。求主保守因，无得惊吓，无得看虑，因为主永远甲因同在，守住因信心甲智慧来面对未来的挑战，将来进入新的环境，会当早一日来适应。伫学校也是伫职场，会当用神一人归荣光互上帝。阮也要为着失去亲人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主撤销因的目屎，安慰因的心灵，互因有勇气、信心甲气力，继续伫地面上的生活。将来有一天伫天顶会搁相见。伫遐一同来享受永生的福气。伫即个天气变化非常激烈的时，咱有侪兄弟姊妹身体健慢，求主看顾甲医治。愿阮今仔日的敬拜，通诚做芳芳的祭献互你，互你欢喜，愿你接纳。愿咱的恳求感谢，拢是我靠主耶稣的名。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恳求你听我求。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听阮恳求的声。三甲来听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士师记第11章29节到40节。耶和华的神临到耶弗他，伊就经过基列甲玛拿西，佮经过到基列的米斯巴，佮对基列的米斯巴经过到阿文人遐。耶弗他就对耶稣下愿。讲，你若将阿门人交伫我的手，我对阿门人遐平安倒来的时，既若对我的厝的门出来迎接我的，要跪伫耶和华，我要献伊做烧祭。对安尼耶弗他去阿门人遐，甲因交战，耶和华将因交伫伊的手，伊就拍因大大杀死因，对阿诺尼到米勒，直到阿伯勒基拉明，共20个城。安尼阿门人就屈服伫以色列人。耶弗他倒来米斯巴到家己的厝，迄时伊的查某囝哑铃弄鼓跳舞出来迎接伊。即个是伊独生的。
以外无囝无查某囝。叶福丹看见伊，就拆二三讲：“哎呀，我的查某囝，你予我真惨，你也是予我真大艰难，因为我已经对妖花开喙，袂话收倒转。”伊应讲：“我的爸啊，你已经对妖花开喙，就着照你的喙所讲出的行伫我。因为妖花已经为着你报仇你的对敌阿门人，佮对伊的老爸讲，有一件事求你允准，应允我2月日，予我甲我的同伴去山里，通提靠我做在室女。”伊讲：“你去啊！”就找伊去2月日，伊甲同伴去，伫山里为着伊做在室女提靠。2月日已经满，伊倒来到老爸遐，老爸就照伊所希愿款待伊，伊拢无亲近大部人。后来以色列中有一个例，当年以色列遮的查某囡仔去追盗基列人耶夫他的查某囝，每年4日。愿上帝祝福，佮听懂伊的话，佮安尼行的人。即时，请青年团契来献诗《山顶的脚印》。献诗了，柯牧师要讲的题目，也毋知家己要求甚物。
兄弟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也感谢青年团契吼，带领咱用真水的诗歌来敬拜上帝。应该唱的还不错吧？跟献歌队同款好，对不？不好意思讲，好，嘛感谢上帝吼，会当互咱会当有唱歌的运势吼，用欢喜的心来敬拜上帝吼。伫咱今仔日咧思考这段经文的进前，先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我很谦卑伫你的面前，恳求你的神，恳求你用你的话来帮助我明白你的旨意，也愿阮的性命伫你的面前会得到你的怜悯，引带阮行头前的路，互阮所行的路是平安的路。将下面的时间交托仰望，求你保守带领。同心祈祷是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的士师吼，士师已经接来到伫耶弗他吼。耶弗他这位士师伫咱的印象内面吼，是一个什么样的士师？你们对耶弗他最有印象的地方是什么？如果你是资深的基督徒的话，耶弗他，通常吼，咱咧读书。咱若是咧看经文的时候，咱会感觉讲这个事实应该就是蛮了不起的，反正就是上帝安怎，上帝拣的嘛。好，通常咱对士师的印象就是上帝自己选的吼，所以一定有他了不起的地方吼。毋过伫现代咧思考士师记的时阵吼，已经比较少 focus 在个人吼。我今仔日会用另外一个视角，吼，用另外一款的角度，做伙来思考吼，咱是安怎来认捌伫圣经内面所记载的人物吼。咱顶过咧讲起到耶弗他的时阵吼，你们对还有印象吗？可能有点难吼，有一些是剩下一些依稀的印象吼，就是伊是基路的囝嘛，吼，所以伊的兄弟安怎？叫伊莫做伙来分财产嘛，所以甲伊赶去迄山边吼做罗马安尼吼，做那个一方霸主。好，这个是伊的成长吼，甲伊的开始吼。煞接来，伊的兄弟要相战啊吼，甲阿文人要相战吼，所以就去甲请落来吼，把山寨流氓请下来吼，从第一个吼，你做第一个吼，就做阮的领袖安尼吼。好所以。伫进入今仔日的经文中间吼，有一段是第12节到28节吼，第12节到28节吼，记载了耶弗他另外一个特色。来，格式跑掉，为什么？好，不要紧，反正就是12节到28节吼，耶弗他吼是一个有外交手腕的人吼，耶弗他吼，你看我用迄中文字吼，你大概就有一个印象吼，即便不精准嘛，不要紧吼。是安怎咧？是安怎耶弗他伊会做一个外交吼？就是讲伫12节到28节，伊去找阿文人，因为阿文人要来拍以色列人，对吧？阿文人要来拍以色列人，所以耶弗他呢，就先去安怎？就先去找迄个阿文人来谈判吼，咧讲啥？因咧争论什么？因咧争论土地所有权啊。因为阿文人要出动吼来拍以色列人吼，理由是因为你们占据了我们祖先300多年前的祖先的什么土地，所以我今嘛怎么样，我就要来甲你拍安尼吼。毋过这个耶弗他吼，伊安怎讲？伊就讲起着历史吼，记载伫约书亚记。耶弗他就讲起着历史，嘛有记载伫民数记吼。伊安怎讲？伊讲早前吼，阿摩利人甲摩押人吼，摩押人吼，因为摩押跟亚门吼，就是那个罗德吼跟女儿生的后代吼。
进前恁伫遮咧烧钱即个土地的时阵吼，其实他们一直在争这块土地，后来是亚摩利人拿下了，但是呢，耶弗他用了另外一段技术记录。甲讲起着迄段历史就讲是安怎，阮即摆是以色列人住伫遮，这就爱讲起着古早因做的、因讲的迄代就是讲以色列人出埃及了后因就对东边要入去迦南地东边伫倒位就是因住的所在，就是亚摩利人、摩押人跟亚门人原本住的那个地方毋过迄当时。埃及人以色列人要过约旦河东边的时阵上帝讲恁袂当安怎，恁袂当甲人起冤家，不可以用战争的方式路过人家的土地。迄当时要怎么办？这么大的以色列人这么大群的以色列人要经过上帝讲恁派人去甲因讲，歹势，阮敢会当救过？迄当时。以色列人怎么进迦南地的？他就是沿路挨家挨户跟人家敲门，说：“不好意思我们这么一大群人我们只是要路过而已，路过不是要跟你打仗。”然后呢，大部分的住在约旦河东边的这些国家现在民族拢讲 why 不要。好，那亚摩利人呢，不相信以色列人说的话。我才不相信你只是路过，然后这么客气，还会来跟我们买东西促进经济交流所以当时候亚摩利人出兵，甲以色列人相拍所以呢，结果是啥物？结果当然是以色列人就将迄个地安怎占落来。所以12个支派有2.5个支派住在约旦河以东，就是迄当时。他们在争的这个土地所有权，就是这块土地，就是这块土地。所以，这个真的今天怎么会歌手跑掉？所以以色列人甲亚摩利人出来甲以色列人相拍，所以耶和他就甲讲，阮做的迄当时就是上帝将这个土地赏赐给阮，所以亚摩利人才会被我们打败，所以以色列人才能够站在这块土地多久？300当300年，然后他有一个，台湾人你一定会很有既视感的回话，他就说这300年以来，恁阿文人哪会来摕这个土地？是安怎是这时？有没有？之前我们那个赖总统是在回应其他列强要对台湾的这种侵略的时候，他也举了人家的那个俄罗斯跟中国长久以来未解的一块土地，说这么多年的那块土地，你国家的完整性，你怎么这100多年也不去把它拿下来？你们有记得这一个新闻吗？有吗？同样的论述，所以真的是土地问题吗？真的是土地问题吗？你若是无法度对现在的政治来做思考你会当对圣经古早的故事来思考，人性其实没有改变所以重点是，我想要讲一个重点是，我要让你们认识耶弗他这个人然后他讲起着甲阿文人在谈判的时阵伊讲阿文人认为讲恁以色列占阮的土地300当所以恁即摆安怎？他们要求你要什么？和平归还。你若无爱和平归还，就要干嘛？当然就要武力侵犯啦！哇，你看人类的事没有？这不是我讲的，你们自己翻抽屉的圣经。我只是帮你们那个什么2个句子就把它讲完而已你自己看所以你也让明白到人性若是要相拍的时阵迄理由拢有一点赶快好，所以你也当知影讲反正结局来讲这个谈判基本上是破局的，这个谈判是破局的。因为最终还是打仗了，因为
怎么可能会买单？因为安尼讲起着历史，对方就讲啊，好啦好啦，迄是阮做的讲的吼，打不赢人家，所以这个土地我们也拿不回来。这没有国家会这样买单的嘛，所以一定是讲啊，你安尼搞我赢，我当然是要你若不爱和平归还，我当然就要什么武力侵犯了吼。所以这是结论，谈判的结论。刷下来的进入到咱今仔日上帝神进入到亚胡他的心中了后，伊就拍赢这局吼，打赢了这场战争吼。转来到看亚胡他这个所谓的事实吼，你们知影也当安尼甲敌人谈判吼，你至少会当真捌伊这个人格特质吼。伊是真熟以色列的历史的，他是非常熟悉以色列的历史的，他也很懂得政治。伊真熟啊，伊真熟，就算讲伊伫以色列的兄弟内面吼，不被放在眼里，但是伊就熟因老爸这边的历史吼。我为什么说因老爸？因为人家说他是妓女的儿子吼，有人认为他妈妈是属于迦南人吼，他妈妈是迦南人，所以亚胡他在讲起到历史的时阵，兄弟姐妹，你不要真的只是把它当作历史，好像知道一个国家历史的真相。那是讲起到以色列的历史，你一定要里面有一个内建。要内建一个关键字吼，以色列的历史一定是包括啥？上帝的作为啊！你若是讲起到台湾的历史的时阵吼，你会不会连接到妈祖或关公？会不会？会不会啦？啊？你看有些人会，有些人不会，因为我说怎么可能？因为我是拜观音的啊。你懂我的意思吗？它没有一个绝对对应，但是你若是讲起到以色列的历史的时阵吼，你一定会有一个内建，就是这是上帝啥，嘛是上帝的历史。所以恁看哦，这个亚胡他真捌以色列的历史，那你们认为他知不知道上帝做了什么事？100%一定知道啦，因为你知道伊安怎甲阿文人讲，伊讲这个土地是上帝赐予以色列人的，迄是因为恁阿摩利人要来甲阮相争，所以上帝大生气，将这个土地予以色列。所以当他在讲历史的时候，他其实头脑非常清楚，这嘛是上帝啥历史。我为什么一定要讲这件事？因为今仔日发生的悲剧吼，我们教会都应该要带回去好好思考一下，他到底在做什么。以色列历史上重要的就是耶和华的信用，因为伊知影，就算讲以色列人摕到土地，还是讲因民族会当继续生存伫这个世间，拢是因为上帝的启示甲行做，表示伫亚胡他的时代，也是讲史书的规个以色列的历史，以色列人并不是唔知影因的历史，不知道是忘记还是害怕想起来。其实这个整个呈现以色列人的信仰状况。亚胡他伊基本上伊的谈判。伊的重点就是讲，上帝耶和华上帝要将土地予什么人，就是予什么人。当伊已经将这个土地收赐予以色列，所以以色列人就要固守它，就要把这块土地照顾下来。好，所以进入到咱今仔日的经文，上帝心临到伫耶和他，所以他就经过伊就经过基列玛拿西，佮经过米斯巴吼，就是约旦河以东这些土地吼，这些土地结论就是伊摕落来20个城市啊，他拿下20座城，基本上就是大局已定，这个胜利已经是属于以色列的了吼。所以对安尼阿文人就屈服伫以色列，嘿，所以当
这个是结论，但是在过程的时阵，上帝心临到亚胡他，结果亚胡他安怎？伊却向上帝来下愿吼，伊下啥物愿？伊讲，你若互我安怎？你若将阿文人交伫我的手，我对阿文人遐平安倒转来。既若对我的厝的门出来迎接我的，要归伫耶和华，我要献伊做烧祭。这一段话就是问题。兄弟姐妹，你若是将这场当作是战争，你其实看不出所以然来。为了战争，向各种神明祈求胜利，有没有错？没有错吧？对吧？即摆台湾若是要战争，恁敢会祈祷？会吧？但你们会怎么祷告？兄弟姐妹，你们会怎么祷告？会不会许愿式的祷告？台湾如果能够被保留下来，被保存下来，我每个礼拜都来做礼拜。笑什么？你们？我每个礼拜都来做礼拜，不要我加码，我还不迟到，我还提早到。10点礼拜我就9点55到，跟上帝许愿，这样好不好？其实，如果基督徒这样祷告，你会不会觉得哪里有问题？因为为了保护台湾，敢会让安尼下完？哈？没关系哦，你们放在心里面，因为这一段经文，我要带着大家一起思考。这句话就是信用内面上大的问题。这个就是你对一个事实会行做，你会当反映出迄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怎样认捌上帝。从这个祈祷甲所下的这个愿内面，我头拄花了2张 PPT 吼，甲恁介绍讲，即便亚胡他的时代以色列要战争啊，其实耶弗他非常熟悉以色列人的历史。以色列人的历史，你一定要连结到，这就是上帝的历史，所以你可以直觉的反应。所以耶弗他认不认识因做的上帝？一定知道吧，不然他要怎么谈判？而且还讲得这么振振有词，样子哎，一点就捌的，一点就捌的情形，你会当理解，迄当时以色列人没有完全忘记摩西的律法。要按呢讲落来，这个距离他的时代，你知道出埃及距离耶弗他的时代，其实也是百年来记的呢。迄若是无认真来学习，你怎么可能会记得？但是问题是，你若是有读过摩西的律法的时阵，你读到利未记18章21节，你读到利未记20章第4节，你读到申命记第12章31节的时阵，你一定会很清楚知道，那个时候摩西上帝的透过摩西对以色列人吩咐，恁袂当将恁的囝儿献做烧祭。你们再听一次哦，我用中文讲，虽然我觉得我刚刚那一段台语应该没有很烂，就是如果你是很熟读过摩西律法，你在读利未记18章20章的时候，你在读申命记第12章的时候，你一定会非常清楚知道，上帝透过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说，不可将儿女献给摩洛，摩洛是一在地的神明，不可献儿女为祭。所以你们听得懂我要甲恁解说这个代志，就是耶弗他伊敢知影伊咧下什么愿？他其实明明就不是那么陌生，以色列人的历史。你说他不是学富五车，好歹他一定也有读过摩西律法。
伊无法度遮清楚，还去跟敌人辩论我们两国的历史，这是上帝安怎会温准？所以这个土地即马是以色列人的，上帝要有以色列人，不是你讲要唱地当唱的。哇，振振有词。他不知道他讲的这一段话，其实是要上帝背书吗？他当然知道，他当然知道。但是伊要出去修正的时阵，他却用了不是上帝所允许跟喜悦的方式来向上帝下冤。你们听得懂我要强调的一个问题吗？伊其实明明知影上帝律法，但是伊要去修正的时阵，伊用上帝所无欢喜的代志来向上帝下冤。第一个，我凯旋归来的时候，我一定把第一个从我家里出来迎接我的什么狗吗？猫吗？啊，猫我也会很舍不得。鸡吗？不是第一个出来迎接我的什么狼呢？伊敢知影伊咧下啥物冤？兄弟姊妹，你着爱着惊。随望伊下冤的对象名叫做耶和华上帝。兄弟姊妹，咱诚做教会嘛爱说字呢。随望咱祈祷的对象是上帝。虽望咱是伫耶稣基督的名内面祈祷，但是教会啊，兄弟姊妹啊，我们会不会成为耶佛他？这是咱的设计的所在。伫结局的内面，上主互伊拍赢，阿门人屈服伫以色列。第一个，但是耶和他爱面对伊所下冤的痛苦，因为第一个出来迎接伊的人是安怎？是伊独生的查某囝。当伊咧下冤的时阵，他没有想到这一点吗？独生女，这样听起来不就是一家三口？一家三口，那出来迎接他的不是老婆，不然就是小孩。不是啊，就。如果出来迎接他的是仆人的话，你不会心里面想说自己在家里的地位其实也没有很高吧？也有他咧下冤的时阵，敢无想到这点？还是伊其实真清楚，这是经文内面的世界。对注释书跟圣经学者在分析这段经文的时阵，有很多观点，特别是伫近100-200年女性的地位，也是讲人权，已经哪来哪明显爱受到重视大家开始会去讨论她的生命权，甚至她作为女性的地位。但是我安怎想我拢感觉这圣经学者所提醒的，都是很值得现代教会去反省的一个重点，其实都是，甚至你们知影有一段期间的犹太人安怎解说这段？他们为了要符合士师的这种角色跟领袖的角色，合理化耶佛他说到做到的什么承诺？这个这么有诚信的人，真的有一段时间的那个什么圣经学者、犹太学者。就讲开玩笑，我们以色列人是选民，怎么可能会有做错事的时候？这一段再怎么凹也要凹成是什么政治正确。但是我袂用这款的观点来教教会来做勉励。我反正要提醒咱教会，其实对基甸开始，恁就会发现，我看到我后边的讲道我都一直在提醒教会，就是因为他们是以色列人，就是因为他们带领以色列人打仗，
就是因为他们呼求的对象名字叫做耶和华上帝，可是不等于他们做的事情都是上帝同意跟喜悦的。其实问题是出来这，所以叔叔给我给他行，把它走完，因为上落尾你们会看到士师记的作者上帝安怎透过伊的结论来表达上帝的看法。所以这才是咱真侪教会爱受到提醒，毋是因为伊的身份叫做牧师，毋是因为伊所徛的所在叫做讲台，毋是因为你所行入来的叫做基督长老教会，所以咱得安怎得安心啊？不然我们一定会歪楼的，你们知道吗？你们可能会被牧师带歪楼，你们也有可能会被教会的政策带歪楼。重点是。你有没有这个警惕的心？有上帝话语帮助你分别。这段经文其实，那要我来讲，我应该可以讲成10篇讲道篇，但是今仔日我刚要抓一个重点尔。顶过我讲，对基列开始以后，以色列因咧行做，已经毋过是无搁再是求问上帝意思。因对基列开始设以弗得这间庙之后，以色列人已经开始是家己做主，掠上帝背书啊。其实这个就是他们整体信仰最大败坏的问题。恐怖的是，耶和他叫伊用上帝所下的愿安怎来行。耶和他伊敢知影伊家己咧求啥？以色列人看到这款的下愿，敢会着惊？以色列人受到对敌咧攻击的时阵，因惊到要害去，结果安怎？大家就求告上帝说：“主啊，救我们！照你的怜悯救我们！”我们以前就是说没有专心敬拜你。他们的信仰经验应该是什么？上帝有救因无？兄弟姐妹，上帝有没有救他们？有呢。上帝有没有施行怜悯？有呢，但在耶和他的身上咧，伫耶和他的身上咧，伊家己本人无有怜悯的心，伊的以色列正兄弟姊妹嘛无有怜悯的心，敢若为着家己要活落去，他们求上帝重新再给他们一次机会，给耶和他的女儿再一次活过来的机会，或是不要死的机会。他们连求都不求，他们连求都不求。现代的圣经学者詹真David Jensen， 他说耶和他所行的这件代志，向家己的查某囝为反击这件代志，就是以色列人外邦化的记号啊！兄弟姊妹啊，这就是咱今仔日的教会爱警醒的所在。你不要教会外邦化，有没有这个可能？嘴巴喊着我是敬畏上帝的人，向上帝祷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你一定要非常警惕的、小心的求神怜悯我们的祈祷，帮咱咱，因为耶稣伫出来传福音的时阵，咧讲起着上帝国的是讲，毋是嘴话咧主啊的人，拢会当入上帝国。愿圣神帮咱。看到圣经，咧读圣经的时阵，不是拿它做标准哦。圣经每一个记载说，这个是标杆，伊安怎做，我就安怎信；伊安怎做，我就安怎行。恁爱思考，爱看以色列人的发展，爱看到因信仰的败坏，爱看到因为因什么款的态度的转变，爱看圣经的作者安怎讲起因，毋茫伫现今的教会，咱拢有即款精神甲反省的溃烂。以色列人是安尼认捌上帝，随望因
啼哭，向上帝啼哭，哀求的时阵，上帝拢一摆搁一摆怜悯因，但是因互因会领受改变因敬拜上帝的方式，改变因敬拜上帝的方式，所以一路败坏落去。因犹原敬拜上帝，知影上帝，但是离伊远远啊。因所行的生活，离因所捌的上帝远远啊。教会是安怎敬拜上帝？你是怎么认识上帝的？大力所求的，我讲一个提醒：你若对耶佛他做一个反省，你至少要很清楚的认识，知影这位上帝是听你的上帝。你若生命中、生活中有欠缺，你不要用黑暗的方式来伊祈祷啦。这是你最起码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你可以得到的一个学习。你就甲上帝讲，求你怜悯我，求你同情我，求你拯救我。你不要自以为可以替宗教、替信仰制定什么游戏规则。那安尼，你不是真的认识上帝。你就单单来到上帝面前，伊求就好啊。你莫想讲你家己会当做啥，互上帝来替你保证。你敢有即款的平安甲信心来挖靠伊？毋茫教会爱有呢，好不好？接下来的世代，我一直在提醒，接下来的世代，教会会进入到大迷惑里面。这毋是我家己讲的。透早玉珍执事咧问我讲，煞遮来苏书记结束了要讲倒一关？你怎么知道？你会这样讲，因为在紧迫感。你很厉害耶，那表示圣灵同感哦。我咱煞遮来看启示录好不好？就是兴趣缺，以终为始啊。启示录其实很多教会不知道怎么解，我坦白讲真的不好解，因为你若无伫犹太人的文化内面，你真正毋知伊讲迄马是白红的、乌的是啥物意思，也毋知。你伫台湾看过的马，敢若是棕色呢？还是你们没看过嘛？无简单，但是它是一封耶稣写给教会的情书。启示录是一封耶稣写给教会的情书。你若用这款的心情来读启示录吼，应该心会当受到大大的安慰啦。我们不要外邦化的将上帝当作上帝来敬拜伊。你若无法度专心进入到看上帝做上帝，你都求赏赐开来，互你的上帝帮助你。当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谦卑伫你的面前，搁一遍求你帮助阮。阮所读的、所看的，虽讲是以色列人的历史，但是阮所看的嘛知，这是主你的心意。恳求你帮助阮，伫亚父他伊所展现出来对上帝的敬拜，伊的行做，互阮有警醒，互阮会当反省。阮要将上帝当作上帝来敬拜，阮要将上帝当作上帝来尊重、来敬畏。恳求主你的圣神也保守伫你的教会，互阮的祈祷，互阮的信仰是坚定活伫主你所启示的内面。同心感谢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柯牧师的正道，请咱用新的界名来回应。你着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主比亲像家己。
了解是转律法甲先知的总源头。我用新的界面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烧减用圣诗184首，上帝听堂哪会遐大来回应？圣诗184首。上帝听堂哪会遐大，欢喜是落我，敬我美美小可的人，予我甲伊君我，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若真心我可会着伊保守，会保守所教导伊的，会保守会教伊知。耶稣恩典会遐深充满伫我心内，因为对神亲近互因心内平安自在，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若亲近我可会被保守，会保守所教导伊的，会保守伫伊日，诚心感动人会遐看，予我心知假实，承受予因亲手感化生命，我心平地，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若亲近我可会被保守，会保守所教导伊的，会保守会教伊知，要行诚心三位一体，一心一观一大，尊贵应当念完我的欧罗伊命路线，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若亲近我可会被保守，会保守所教导伊的，会保守会教伊知。请坐，我的志愿献互你，用出拢趁你旨意。我的才情你赏识，甘愿行你做器具，请咱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请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歌。主听我
全能的上主，阮感谢你，互阮有教业，随时拢有你的恩典，有你的平安。愿恳求你，假使阮谦卑服侍，互阮做你良心有爱心的奴仆。这是阮要来献上一寡真quyền互你，嘛献上阮家己，求你甲阮同行，互阮全心全心一世人跟对你。这个祈祷拢是为着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谢谢。这是来欢迎新朋友，今日真欢喜。咱有李岳西长老的查某囝甲囝婿郑雅文，伫落欢迎恁欢迎恁来高庭教会，欢迎。即时咱来行平安礼，咱来唱平安礼的诗歌。我用主的听真实来听你，我用主的听真实来听你，因为伫你内面有主的荣耀。我用主的听真实来听你，来互相请安。感谢大家，咱真欢喜，一礼拜搁一遍来组织伫遮，咱有讲袂了的话，咱有真侪欢喜，咱礼拜煞继续来交易。好，请大家掀开周报的后面本周的金句。咱来台语甲华语拢读一遍啦。台语来。伊因讲，我的爸啊，你已经对耶和华开喙，就着照你的喙所讲出的行伫我，因为耶和华已经为着你报仇你的对敌阿文人。数数记载章36节，华语，他女儿对他说：“我的父亲啊，你既向耶和华开了口，就当照你口中所说的向我行，因为耶和华已经在你的仇敌亚本人身上为你报了仇。”士师记11章36节。三甲来看消息报告，第一项。咱母真侪会翕相的活动，到今仔日会结束，所以未翕的人兄弟姊妹，甲你的亲人，伫礼拜煞一定要留步来做一个翕相。嘛，要遮个相片要分享伫妈妈甲我相关的文章甲相片，要来提供关怀事务组伊要伫个墙面来做一个布置。第二项，6月7日是圣神降临节，咱伫甲迄天有特别的礼拜。主题是圣神降临啦，然后呢，对共同啉这个杯到实践天国。迄天是联合礼拜，咱有邀请到时代的中兴，甲北部原住民大专，咱共同来设计礼拜甲聚会。礼拜中有开放式的圣餐，请咱兄弟姊妹有备心，愿三甲来领受圣神，伫地同行天国的路。团契的消息，请大家看。具体消息，
咱所敬听的陈长老娘，就是陈占宗美长老娘，伫即礼拜25月20，受主景调安孝主怀，伊享受87岁，家属定伫6月初5拜4早起时10点，伫淮海馆景阳厅的3楼至美餐厅来举行告别礼拜。礼拜火化了后，要安葬伫金山平安园，求主安慰遗族，失去至亲不舍的心。请兄弟姊妹对这项代志来关心来代祷。下面公道时间交柯牧师。兄弟姊妹平安。没有，我不是要再讲第2篇道吼，今仔日的讲道吼，我落去请的时阵，我感觉到大家有点说不出话来的感觉。但是，其实今天的这篇道，我本来是想要连续3个礼拜都读同一段经文，然后讲3次，因为这篇道从过去、现在到未来，吼，其实有很多很深刻的反省，吼，对教会的信用，吼，是真深刻的提醒，吼。但是我相信上帝圣神保守伫恁的内面，吼，你应该会当明白，吼，这段经文我用了最后那一句话，那个圣经学者，吼，对教会提醒，吼，教会不要外邦化的艺术，就是咱卖只有成为空壳的教会，却没有上帝，这样就好了。啊，你就要会记得，你的祈祷是因为上帝对你的疼，所以你不要想很多东西要来完成你自己的祈祷跟那个愿望。你对这位上帝要有平安的心，安尼就好，好不好？咱做伙来往这个方向来努力来操练。好，咱这是同心来祈祷。主也是阮伫你的面前祈祷的时，求你的圣神帮助阮，求你耶稣基督的保护分别阮罪性，互阮认捌家己就是罪人。上帝，你是上帝，主啊，帮助阮。帮助阮看清楚家己，看清楚阮其实若无你的恩典，无耶稣基督的拯救，其实阮啥物拢袂会做。主啊，帮助阮，当阮要向你祈祷的时，互阮的心明白，是因为你听阮，所以阮会当倚靠耶稣基督来到伫你的面前。主啊，互阮放心。向你来求，求阮性命的欠缺，求阮信用内面需要的平安，求阮面对国家病痛，还佫有环境、关系、工作、成就，主阮才会欠缺，互阮会当放心交托。主是因为你是上帝，所以阮会当交托。求你互教会有这款的信用，无互阮用外邦人的方式来认捌你，无互阮用别款的物，毋是照主你的旨意来敬拜你。求你保守教会，求你听阮的祈祷，求你安慰阮的心。同心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同心来吟，落尾是愿上帝的圣神保守伊的教会所行的脚步，是伫伊的旨意内面。咱同心来吟，请起立。咱我大日子许你个。
人生必切的嘛，应该是寄望伫主所赏赐，互你的稳定，甲耶稣基督的救赎。打清楚，打瓦克信心，互你的求，知影你家己是咧求啥，毋通无想，敢若听上帝的话语，就掠做你是咧敬拜上帝，着专心，着敬心，着用信心来瓦克，来敬拜伊，互你所求的，你通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疼痛信心的相通，甲恁众人三甲伫地，要对即时直到主过来。阿门。请坐，列倒。愿恁有平安，咱今日礼拜到这。谢谢。